为着促进地方的发展，这经济部按算要伫咧分林部中设产业园区。不过，这产业园区的废弃物处理区却规划伫咧国小甲庄头的附近，引起地方的抗议，要求着爱调整位置。经济部长即马是表示，目前伫咧宽评阶段，会阁继续收集意见。 一大片甘蔗园超过200公顷，未来会引进低污染产业，促进地方发展。不过，经济部最近进行保重产业园区一阶段宽评公听会，当地人发现产业园区设置的废弃物处理区规划位置，外隔壁村甲保重寮厝划得予学校，离不到50公尺。废弃物虽然是低污染嘛，但是总是有污染嘛，这样子啊。 园区那么大，为什么偏偏要设在这个村庄跟学校的旁边？正常的程序应该是要考量到远离村庄跟人群，设置在比较远离的位置，不应，然后以降低最大的威胁嘛健康威胁、风险的环境的威胁这样的设置。 学校表示，即马规划废弃物处理区，敢若计有材料大排水沟，未来若开始开发营运，若进入秋冬季节吹北风，全校超过270名师生享受影响。经济部园区产业管理局表示，目前要在宽评阶段，会听地方的意见。基于收集大家的意见，然后针对校长的疑虑的部分，然后以及我们当天在上礼拜一进行说明的内容，对，大家的疑虑。 会在今天我们再重新进行说明。进都是搁咧行，咱还未送下这个委员做审查，所以大家这过程当中，咱办这个说明拢是要听大家民众的意见。经济部产业管理局表示，支持相关人员甲学校，主要是收集在地民众的意见，针对保重产业园区设置规划说明，会将意见提登研究调整讨论。不过，当地村民强烈反弹，要求重新调整位置，安若无会抗争到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